啲有咁今日咧好開心咧，就嚟到油麻地街市啊！呢個其實偉希咧服務咗10年嘅一個社區啦。咁啊，過往我同街市嘅唔同相反，包括團體咧都結下咗深厚嘅情誼。因為油麻地街市咧其實係一個歷史好悠久嘅街市，亦都咧係我哋油麻地一個好重要、好有特色嘅一個地方。咁偉希過往咧，無論係喺一啲街市諮詢委員會或者唔同場合咧，其實都係為我哋街市行業咧去發聲嘅，包括啲環境衛生，包括點樣打活呢個經濟呢方面咧，其實偉希咧都係有跟進，咁亦都咧同呢度嘅相反咧，聆聽咗好多嘅建議。咁咧油麻地咧其實真係一個好撞合啊！其實呢個周邊咧有好多好有特色嘅地方，包括咧附近嘅一個 MAC 多元文化中心，我哋一齊過去睇睇。如果偉希能夠入到立法會咧，將會繼續關注我哋少數族裔群體嘅權益，為佢哋嘅實際困難、實際需要咧去發聲嘅，亦都希望咧政府有更加多嘅政策倡議咧，去服務到我哋唔同族裔嘅人士，令我哋嘅社區咧變得更有關懷、更有愛。